呢個日本嘅櫻花骨膠原，每日咧食一包就好快促進補充骨膠原蛋白，感受到櫻花萃取嘅美肌力量。市面上有好多骨膠原嘅效果唔明顯，又或者食完一段時間之後便就會打回原形，原因係膠原蛋白同埋其他美顏嘅成分仲未到達肌膚之前，就已經先喺胃液同埋腸道被完全稀釋或者破壞咗啦。但係我哋呢個櫻花骨膠原核心成分之一就係膠原蛋白肽，所採用嘅特殊膜衣正係突破呢個弊端嘅關鍵。好多用家食用過之後都會繼續回購。佢嘅核心成分係專利嘅櫻花萃取，另外係膠原蛋白肽 TETRA-SOD 抗氧化物、日本柚子萃取、洛神花萃取，另外佢亦都有一啲專利嘅成分，係由全球領先嘅膠原蛋白德國製造商定製，形成咗保護膜衣，可以確保膠原蛋白肽可以輕鬆通過酸性極高嘅胃液考驗，滲透到真皮層，促進膠原蛋白同埋彈性蛋白再生長達192小時，遠遠超出一般膠原蛋白胜肽。佢嘅主要功效咧就係預防皺紋嘅形成，抑制黑色素，令到膠原蛋白增生，美白提亮膚色，鎖住皮膚嘅水分，促進傷口嘅愈合，同時亦都獲得多項嘅認證。佢一包包獨立粉狀包裝，方便攜帶，味道酸酸甜甜，食用嘅用家咧都一致好評，效果好，味道好。咁喺今次嘅展覽會期間咧，我哋嘅產品咧都會有折扣價嘅。首先，素時刻五穀膳食粉咧就會8折發售，其餘嘅咧都係9折發售。咁大家咧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嚟親身嘗試啦。特別係現場購買嘅朋友咧，我哋都會加送一啲禮品嘅。咁啊，到時多啲嚟我哋度參觀啦。